2026年1月1號，新年嘅第一縷陽光穿透大埔區嘅晨霧，照射落慈山寺嗰啲仿唐宋式嘅建築群上。呢座耗資35億港幣，花咗10幾年先修建成嘅佛教道場，喺呢一日迎嚟咗一位好少公開露面嘅特殊人物李嘉誠。自從2018年正式宣布退休，將掌舵係咁個龐大嘅商業帝國交俾大仔李澤鉅全權打理之後，李嘉誠就深居簡出，好少喺公眾媒體前面現身。佢近年嚟嘅行蹤變得好神秘，啲少少嘅公開亮相，幾乎全部都集中喺慈山寺呢個清靜之地。對於呢位已經98歲高齡嘅商業巨擘嚟講，呢度唔單止係宗教場所，更加係佢晚年精神寄託嘅核心歸宿。正值新年第一日，慈山寺入面嘅香火比往日更加旺盛。李嘉誠喺住持親自陪同下現身喺大殿區域，身後跟住一大班人，包括貼身保鏢、私人醫生同埋核心幕僚等嘅工作人員團隊。雖然寺院實行咗好嚴格嘅限流措施，但嗰日獲准入寺嘅香客，聽聞李嘉記先生現身嘅消息之後，依然好難掩住嗰份激動，紛紛自發聚集喺大殿前面嘅廣場上，仰起頭望向2樓嘅回廊，希望可以一睹呢位傳奇老人嘅風采。李嘉誠站喺2樓欄杆處，望住樓下聚集嘅人群，冇表現出任何唔開心或者回避嘅態度，反而好似心情好唔錯咁，甚至仲向樓下嘅人群揮手致意。主持完成新年祈福法會嘅講話之後，李嘉誠接過麥克風，面向大家發表咗新年致辭。佢嘅聲音洪亮又清晰，中氣十足，完全冇98歲老人嗰種沙啞同埋遲緩嘅感覺。佢祝大家喺新嘅一年入面萬事勝意，身體健康，家庭和睦，事業順利。講嘢嗰陣，佢笑容滿面，眼神慈祥又聚焦，俾人一種精神矍鑠、生命力旺盛嘅直觀感受。嗰日李嘉誠嘅着裝都經過精心搭配，佢身着一套剪裁合身嘅黑色西裝，顯得好莊重嚴肅，符合新年正式場合嘅禮儀要求。但喺西裝入面，佢著咗一件白色嘅羽絨服用嚟保暖。呢種外正式內保暖嘅穿搭方式，既照顧到公開露面嘅形象需求，又充分考慮到高齡老人對溫度敏感嘅需求。近年嚟，李嘉誠喺公開場合露面嗰陣，大多數都係坐住示人，尤其係坐喺輪椅上面。回顧2023年同埋2024年，佢喺紅顏知己周藹璇陪同下睇5月天演唱會，當時佢坐喺輪椅上面，雙腿蓋住毯子，雖然神情專注，但起身嗰陣需要專人大力攙扶，行路步伐明顯踉蹌，甚至有啲唔穩，顯示出行動能力嚴重退化。為咗最大限度咁節省體力，佢喺唔係絕對必要嘅情況下，盡量避免行路。就算喺長江實業集團嘅周年晚宴等重要商業活動上面，雖然有周藹璇喺身邊悉心照料，佢都多以坐姿為主，減少站立嘅時間。然而喺2026年元旦嘅慈山寺之行入面，李嘉誠卻展現出截然唔同嘅身體狀態。松住詞講話到佢自己上台致辭，中間持續咗一段好長嘅時間，而且涉及站立、鞠躬、合十等動作。李嘉誠全程保持住站立嘅姿態，腰背挺直，冇借助任何支撐物，亦都冇表現出任何疲憊或者顫抖。呢種喺宗教場合堅持站立嘅表現，唔單止係對佛法僧三寶嘅恭敬，更加側面印證咗佢核心肌肉力量同骨骼健康狀況依然維持喺一個好高嘅水平。除咗慈山寺呢種特殊嘅精神寄託場所，李嘉誠好少喺其他商業或者社交活動入面進行長時間站立。佢每一次公開現身，幾乎都同醫療健康檢查或者家族核心事務相關。畢竟到咗近100歲嘅高齡，維持生命質量同身體機能係第一位嘅任務。值得注意嘅係，每一次出鏡，李嘉誠都會精心打理自己嘅儀容，頭髮梳理得好整潔，
西裝筆挺，襯衫領口乾淨整潔，力求展現出最佳嘅精神狀態。呢個既係對喺場人士嘅尊重，亦都係佢一貫嚴謹、自律作風嘅體現。慈山寺對李嘉誠嘅意義遠超普通嘅寺廟。呢個係佢傾注咗巨大心血嘅私人項目，從最初嘅選址、設計圖紙嘅審核，到建築材料嘅甄選，乃至內部佛像嘅開光儀式，佢都親自過問。為咗確保呢度嘅清幽同莊嚴，避免淪為喧鬧嘅旅遊景點，李嘉誠對寺廟嘅運營設定咗好高嘅門檻。慈山寺嚴格執行不接待旅行團嘅規定，每日入寺嘅遊客數量被限制喺一個好低嘅水平，所有訪客必須提前通過官方網站或者專用 APP 進行實名預約，甚至需要經過抽籤先可以獲得入寺資格。呢種近乎苛刻嘅限制措施，喺香港乃至全球嘅宗教場所入面都好少見，其唯一目的就係為咗隔絕商業化嘅喧囂，維持一個純粹嘅三學同靜修氛圍。整個寺院嘅建築風格採用咗古樸典雅嘅仿唐宋制式，木結構同山石水景完美融合，唔單止喺視覺上面營造出寧靜致遠嘅意境，喺建築技術上面都採用咗最先進嘅環保同抗震設計。寺廟最核心嘅地標就係嗰尊全球第二高嘅戶外觀音像，總高度超過100米，巍峨聳立，就算喺數公里外都可以清晰仰望，成為李嘉誠精神信仰嘅實體象徵。長期處於財富頂端嘅李嘉誠，一生經歷咗無數商海沉浮同時代變遷，巨大嘅財富積累背後伴隨住常人難以想象嘅精神壓力。頻繁造訪慈山寺，係佢排解壓力、尋求內心平靜嘅重要途徑。尤其到咗晚年，呢種精神需求更加強烈。喺新年、端午、中秋等重要傳統節日，李嘉誠必定會帶住家人前往慈山寺參拜。當佢帶住大仔李澤鉅、二仔李澤楷出現喺寺廟嗰陣，嗰種發自內心嘅虔誠態度溢於言表。佢唔單止係例行公事咁燒香，仲會認真聆聽住持講解佛法，參與誦經儀式，甚至喺佛前長時間靜坐。為咗提升慈山寺嘅文化影響力，佢仲利用自己喺商界積累嘅深厚人脈，邀請好多社會名流同娛樂圈巨星到訪。例如英皇集團主席楊受成、巨星劉德華等人都曾經係佢嘅座上客，一同喺慈山寺參拜交流。呢種高端嘅社交圈層，亦都使得慈山寺喺上層社會入面擁有咗特殊嘅地位。李嘉誠喺慈山寺入面有一間完全屬於佢個人嘅專用休息室，叫做維摩室。呢個房間嘅位置好隱蔽，處於寺院嘅深處，唔單止環境幽靜，安保措施更加達到咗頂級水準。房間所有嘅窗戶都採用咗軍用級別嘅防彈玻璃，能夠抵禦外部嘅衝擊同窺視。牆壁內部嵌入咗先進嘅紅外感應同監控系統，確保佢喺休息或者參禪嗰陣絕對唔受外界干擾。據身邊工作人員透露，呢2年李嘉誠深受失眠困擾，睡眠質量大不如前，經常喺深夜難以入眠。每當呢個時候，佢就會專程嚟到慈山寺嘅維摩室居住，喺呢度聽晨鐘暮鼓，試圖喺佛教嘅禪意入面尋找久違嘅安寧同深度睡眠。李嘉誠之所以可以喺如此高齡保持住相對硬朗嘅身體狀態，一方面源於佢極其強大嘅心理素質同樂觀豁達嘅心態，另一方面就得益於佢數十年如一日嘅高度自律生活習慣。佢嘅生活作息好有規律，幾十年嚟堅持每日清晨6點準時起床，絕唔賴床。起床之後嘅第一件事就係進行體育鍛煉。呢個習慣從未間斷，佢嘅運動項目豐富多樣，包括高強度嘅高爾夫球、全身性嘅游泳訓練以及專業嘅拉伸運動。喺飲食方面，佢更加以清淡、營養均衡著稱，好少攝入高油、高糖、高鹽嘅食物，每一餐嘅營養搭配都精確到卡路里同微量元素。
而且食量控制得好嚴格，鬆唔暴飲暴食。呢種近乎苦行僧咁嘅自律，需要超強嘅意志力嚟支撐。呢個亦都係外界尊稱佢為李超人嘅核心原因之一。呢種身體素質雖然有優秀嘅基因作為基礎，但後天嘅保養同維護起到咗決定性作用。相比之下，佢嘅後輩雖然遺傳咗李家嘅基因，但在自律性同抗壓能力上面，似乎好難完全複製佢嘅奇蹟。佢嘅大仔李澤鉅作為家族事業嘅法定接班人，雖然從小接受李嘉誠全方位嘅精英式栽培，從美國斯坦福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之後就進入家族企業，從基層工程師做起，一步步晉升至高層，甚至連婚姻大事都由父親一手安排。娶咗黃富順後改名黃麗喬，但佢從未喺公開場合流露過任何怨言，係標準嘅模範繼承人。然而，超人父親嘅班並唔好接。李澤鉅接手家族龐大嘅資產帝國之後，面對嘅宏觀經濟環境、政治局勢以及行業競爭遠比父親創業嗰陣更加複雜同險惡。每次李澤鉅單獨公開露面接受媒體採訪或者出席業績會嗰陣，媒體總能捕捉到佢略顯憔悴嘅面容，滿頭白髮而且稀疏，往往不修邊幅，神情中透住難以掩飾嘅巨大焦慮同壓力。相比之下，同年齡段嘅李嘉誠依然目光如炬，精力充沛。父子二人同康嗰陣，往往係90多歲嘅父親睇起嚟比60多歲嘅兒子更加有活力。呢種強烈嘅反差，亦都令到外界對蔣和系嘅未來走向多咗幾分擔憂同關注。喺家族第三代嘅培養上面，李嘉誠早已佈好局，確保家族財富可以平穩過渡。佢同大仔李澤鉅一家一直共同居住喺深水灣道79號嘅祖宅入面。呢種大家族聚居嘅模式，有利於佢親自督導孫輩嘅教育同成長。長孫女李思德係佢重點培養嘅對象，從小就被送往英國頂級名校留學，畢業之後並冇直接進入集團高層擔任虛職，而係先喺基層隱藏身份歷練，隨後先逐漸進入慈山寺董事等核心機構任職，開始接觸家族事務嘅核心圈層。長孫李長熙雖然仲喺求學階段，但從高中起就被爺爺安排旁聽董事會會議，學習商業運作邏輯同決策過程。李嘉誠試圖將呢種商業智慧同處世哲學隔代傳承。對於李嘉誠嚟講，後輩或許唔需要好似佢咁具備開天闢地嘅霸氣，只要能夠守住呢份龐大嘅家業，保持家族財富嘅穩健增值，就已經夠嘅啦。至於細仔李澤楷，李嘉誠則採取咗完全唔同嘅分家策略。佢給予咗李澤楷巨額嘅現金支持同好大嘅個人自由，甚至可以話係一種縱容。當年李澤楷唔願接受家族安排嘅職位，選擇自立門戶創辦電訊盈科。李嘉誠唔單止冇咗難，反而喺關鍵時刻通過旗下基金給予資金援助，助其渡過難關。對於李澤楷同梁洛施所生嘅3個仔，李家雖然公開承認其身份，亦都會負責佢哋嘅生活、教育同醫療開支，確保佢哋一輩子錦衣玉食、衣食無憂。但李嘉誠明確規定，呢3個孫唔會進入蔣和系嘅核心企業工作，亦都唔會持有核心公司嘅投票權。呢種安排既保證咗家族內部嘅和睦，避免咗兄弟鬩牆嘅豪門慘劇，亦都令到李澤楷可以喺自己嘅商業領域如保險、媒體、投資自由持拼，同時亦都確保咗蔣和系嘅控制權牢牢掌握喺李澤鉅呢一隻手入面，唔會出現股權分散導致嘅決策混亂。晚年陪伴李嘉誠時間最多嘅並唔係仔女，而係佢嘅紅顏知己周凱旋。兩人相識於1999年北京嘅東方廣場項目，當時周凱旋只係用咗5分鐘就說服咗李嘉誠投資，展現出嘅敏銳商業直覺令到李嘉誠刮目相看。此後20多年間，周凱旋一直陪伴喺李嘉誠身邊，兩人雖未正式結婚，但感情深厚，
形影不離，係事實上嘅伴侶。周凱旋唔單止係生活上面嘅照顧者，更加係商業上面嘅得力助手同新經濟導師。喺佢嘅協助下，李嘉誠成功投資咗 Zoom、Spotify、DeepMind 等多家科技獨角獸企業，喺科技領域賺到盆滿缽滿，完成咗鬆傳統地產、港口向新興科技產業嘅轉型，避免咗家族財富喺互聯網時代被淘汰。反過嚟，李嘉誠亦都利用自己嘅全球資源網絡，幫助周凱旋實現商業抱負，使佢成為咗身家百億嘅獨立女富豪。現在，凡係李嘉誠出席嘅重要場合，幾乎都可以見到周凱旋嘅身影。喺2026年元旦嘅慈山寺之行入面，雖然現場報道未明確提及周凱旋係咪喺場，但喺此前嘅多次露面嗰陣，都係由佢親自推輪椅或者在旁貼身攙扶。喺周凱旋無微不至嘅照顧、專業嘅健康管理同情感陪伴下，李嘉誠嘅身體狀況維持得好唔錯。私人醫生團隊曾經私下評估，以李嘉誠嘅高齡，能夠保持住如此清晰嘅頭腦、硬朗嘅骨骼同相對穩定嘅心血管系統，簡直就係現代醫學嘅奇蹟。呢個既係巨額財富堆砌醫療資源嘅結果，更加係科學養生、規律生活同親情陪伴嘅共同產物。值得一提嘅係，往年嘅新年第一日，李嘉誠喺前往慈山寺之前，仲有一個堅持咗數十年嘅慣例，前往柴環哥連臣角墳場祭拜前妻莊月明。莊月明係李嘉誠嘅表妹，亦都係佢嘅結髮妻子，兩人感情深厚。莊月明喺1990年因心臟病突發去世，俾李嘉誠造成咗巨大嘅打擊。每年嘅元旦同佢嘅忌日，李嘉誠都會親自前往墓園，有時會帶住兩個仔，有時就係獨自一人。佢會親自清掃墓碑，獻上鮮花，並喺墓前獨處沉思好耐，有時甚至會低聲同亡妻交談，回憶往事。呢一環節係佢內心最軟弱、最私密嘅時刻。據李家老友透露，就算喺2026年嘅新年，雖然因年事已高且行動不便未親自去墳場掃墓，但佢喺慈山寺嘅佛前專門為莊月明點咗一盞長期嘅蓮花燈，並喺遺魔室獨處嗰陣，拿出咗莊月明生前嘅舊物觀看。呢個顯示出佢對亡妻從未消減嘅思念。李嘉誠喺慈山寺嘅新年現身，以及佢近期展現出嘅硬朗狀態，唔單止係一次簡單嘅宗教活動，更加好似一種對外界釋放出嘅強烈信號。佢站喺二樓俯瞰眾生，聲音洪亮咁送出祝福，好似喺說明所有人。就算歲月流轉，李家嘅根基依然穩固，佢對家族嘅掌控力依然存在。佢用自己嘅行動證明，只要自律，心態唔老，生命依然可以掌握喺自己手中。慈山寺嘅香火會繼續燃燒，李嘉誠嘅傳奇亦都仍在延續，而呢一切都建立喺佢對身體嘅極致呵護，對家族精密嘅權力佈局同對內心世界嘅不斷修繕之上。喺呢個喧囂變動嘅時代，呢位年近100歲嘅老人用一種近乎靜默卻又堅定嘅方式，守護住佢嘅商業帝國同精神家園。